住咗呢度3年嚟講，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吃力嘅生活咯。因為有2個小朋友啦，而且呢度係住8樓咁高啦。何女士3年前攞單程證嚟香港，同一對仔女住喺葵涌呢間70尺嘅劏房，環境唔理想，勝在平。但而家由原本2500蚊租，年頭一加2成，要交3000蚊啊！租金已經係佔咗我一半，再交埋水電費啦，再交埋佢哋嘅學校嘅餐費啦，咁樣我真係所剩無幾咯。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尋日公布，而家全港有8萬間劏房，短短1年幾已經升咗近3成。上樓係何女士最大希望，不過睇嚟得個望字啦。政府最新評估本港未來10年要供應48萬個住宅單位，比舊年預測多1萬個，公私營單位維持6:4比。每年會額外供應1000個單位，但全部都係居屋。顧及社會人士對自置居所與日俱增嘅渴望，除咗興建居屋，政府係會研究點樣進一步去豐富資助自置居所嘅形式，並且係會研究點樣去善用私營機構嘅力量，以增加資助出售單位嘅供應。多個關注房屋團體批評，成份文件完全冇解決劏房同租金問題。租管呢類嘅措施咧，甚至係會導致租盤嘅減少，令到供應減少，叫租提高，令到有關嘅市民嘅處境咧係雪上加霜。目前公屋輪候冊已經累積咗有6萬宗申請，但係每年公屋建屋量得2萬，好似何女士咁，最少10年後先至上到樓啊！我哋呢要等到幾時呢？仲要等幾多年先可以上到公屋呢？就嗰個希望真係好渺小咯。係一個完全係不能夠實行嘅同埋落實嘅長遠計劃嚟。未來5年呢，係有77000個嘅公營房屋落成，即係佢仲爭22萬個單位。如果22萬個單位除翻去未來最尾嗰5年嘅話呢，佢每一年呢要落成4萬4。張炳良就話將會增加公屋供應，加快劏房戶上樓。